喂，呢度唔俾停車嘅，走。食煙啊！食煙嘅嚟啊，5分鐘好啦，唔係你台車就中速馬力噶。屌啊！睇住問你個問題先啦，你答得好嘅俾晒你啦。你講點解我哋叫外國人要叫做鬼佬呢？嗱，廣州有沙面，上海有外灘，上海人將外灘引以為傲，但我哋將沙面視為曾經嘅屈辱。點解對待兩個地方會唔一樣呢？清朝嘅時候，英國佬走嚟到侵略中國，清政府係戰敗嘅。焗住要簽咗所謂嘅南京條約，當時廣州13巷嘅商人仲幫住清政府分擔戰敗後嘅賠償款。當時好多13巷嘅商人都散盡家財。廣東作為鴉片戰爭嘅主場，冇任何地方嘅人比廣東人更加體會到咩叫做喪權辱國。如果有人知呢段歷史，就知道點解廣東人從來都係叫外國人做鬼佬。喺第一次鴉片戰爭當中，英國佬就將中國當成咗阿叉，以為我哋唔會反抗，可以為所欲為，但事實證明佢錯咗。有幾個鬼佬禽獸走到三元里村強暴當地婦女，當時三元里村嘅村民知道，當場就將呢幾個鬼佬直接打死，仲將英國佬嘅炮台直接圍起，爭啲將佢哋全軍覆滅。而家可以去三元里睇下，有條叫做抗英大街，還有三元里抗英紀念館。廣東人最早同班鬼佬接觸，都係曾經俾班鬼佬黑得最早嘅地方，所以早就完成咗民族覺醒。除咗廣東人，其他地方都係叫老外，只有廣東人叫鬼佬。改革開放以後，好多外國人嚟到廣東做生意，廣東人可以理性客觀不容面對全世界外國人，唔會保守排外，但絕對唔會崇洋媚外。真正嘅廣東精神就係包容務實，人哋做得好嘅地方我哋會大方承認，但做得唔好嘅地方我哋都唔會太多計較。但如果做得太過，咁就後果自負。喂，大家都係廣東佬唔俾得唔得啊？咁大家都係廣東佬，你啲錢咪徵我啲錢，咁俾多啲得唔得？